又回到最初的起點啦。曼城今次返到嚟英超要踢嘅狼隊，就會係佢哋今個賽季第一場聯賽嘅時候所面對嘅對手。咁當時候曼城就作客4-0大炒狼隊啦，一時之間成個士氣就都好高漲嘅，就都會覺得今個賽季係好有希望。而嗰場波表現尤其出眾嘅雷恩達斯，亦都係即時俾人捧到上天，係俾到人一種覺得曼城今次係終於買啱中場嘅感覺。咁好啦，唔經唔覺，而家都過咗半季啦，咁亦都係可以向後回望，開始檢討嘅時間。咁如果用翻而家嘅視覺去睇，當然就會發現嗰陣時第一場聯賽就都係俾咗好多假象出嚟，例如就係原來狼隊根本就今季嘅降班膽嚟嘅，作客大炒就根本冇乜大不了。而雷恩達斯嘅話，講真，除咗係踢狼隊，今季呢亦暫時係冇乜其他代表作，咁所以半年過後，而家就好多嘢都係望得清楚，對狼隊係多咗了解，而對自己曼城嘅球員亦都係多咗掌握。咁嗱好啦，狼隊呢會係今季嘅降班大熱門，就都唔使我去特別提出啦，因為超級電腦嘅推算就已經係講緊佢哋係有成99.61%嘅機會率呢係會降班，咁所以唯一注目嘅位對於好多人嚟講呢，就都係想睇狼隊係會唔會破到打比郡英超最低分嘅紀錄。咁打比郡07到08賽季就11分完季啦，狼隊而家呢，其實今季去到踢完第18輪就都仲係得2分，咁所以單從數字上去計，狼隊就都真係有可能完季都去唔到雙位數字嘅。咁不過呢隊俾人睇到咁死嘅狼隊，去到上年12月底嘅時候開始呢，就竟然係突然有反彈嘅跡象，甚至乎已經開始討論嘅位呢，係變咗調翻轉，可以去睇到底狼隊係有冇可能奇蹟護級嘅機會啊。嗱，咁呢個狼隊成績上嘅大逆轉呢，最初就係由作客和曼聯開始啦。咁不過當時大家就都唔係好當一回事，因為更多就都係集中去笑阿莫廉、笑曼聯，話咩曼聯係一隊波供給咗狼隊1/3嘅分數。咁但係就唔知係咪真係曼聯嘅1分係激活咗呢隊狼隊啦。咁自從踢曼聯開始，狼隊已經係所有賽事5場不敗啦。而英超方面，單係2026年呢，就已經係3場拎咗5分，甚至呢係要比呢個踢4場只係得3分嘅曼城係要還好嘅。咁所以呢，真係先唔好諗人哋係降單板就睇少咗狼隊。曼城最新就係俾波道基林特提完要 stay humble 啊，咁所以今次對住實力一定要比波道基林特強嘅狼隊呢，曼城就算係主場就都唔一定係食硬3分嘅。咁嗱，之所以會得出呢個結論啦，除咗係因為曼城近2輪真係踢得曳之外，其實亦都係呢睇好翻呢狼隊呢一隊波本身。咁成日講到狼隊呢係有機會破英超最低分紀錄，但係呢啲講到尾就都係一個數字大於一切。望翻賽場上嘅表現，其實狼隊一季走落嚟就都唔失禮嘅分數，佢哋可能攞得唔多。咁但係如果你望翻電腦預測嘅話，佢哋其實22場落嚟預期嘅分數呢，應該係要去到24.7分咁高，而唔係而家嘅8分。而失球數字上邊，其實狼隊讓出嚟嘅 expected goal 呢，就只有30.36，一定係遠遠好過排包尾45.12嘅般尼先啦。甚至上嚟講，佢哋應該係要失得少過車路士、阿士東維拉、新特蘭先係。咁但係就係唔知點解俾人入嘅 expected goal 得30.36，但係實質出到嚟就竟然可以失到41球啦。嗱，咁可能你話 expected goal 呢啲嘢唔準啦，咁但係拉翻一個長線嚟講，其實就都係唔會差得太遠嘅。一般嚟講，咁即係運氣差就都總會有盡頭。去到季尾，狼隊個失球數字呢，一定係會慢慢接近翻預測嘅嗰一個數字。今季利物浦、熱刺、維拉呢啲球隊呢，就都證明咗俾你睇 expected goal 始終就都會係穩上門噶啦。咁好啦，咁所以嚟講啊，單單用數字就都會睇到狼隊呢隊波其實就守得唔差嘅。咁而事實上就係自從狼隊11月換咗 Rob Edwards 咧去做領隊之後，其實成隊波呢亦都係穩步向上緊。咁首先嚟講，而家狼隊係少咗壓迫，更加樂意被動啲踢個 low block 同你慢慢守。而中場上面嘅大改造，亦都係令到狼隊更加攻得開始識入翻波。咁之後一啲年輕嘅新星，例如呢個馬迪奧斯文尼呢，亦都係大爆發，好短嘅時間已經係成為咗隊入邊嘅新核心。
咁所以你望翻季初曼城踢狼隊嘅陣容，同佢哋近幾場踢英超過11人呢，其實已經接近係兩隊波。除咗話龍門山啊，同埋中場祖奧高美斯可以話係今次必定會出之外啦，其餘嘅呢都差唔多係換晒人㗎啦。狼隊成隊波就都係向緊一個曼城最怕高對抗性、高身體質素嘅方向去發展嘅。嗱，咁所以啦，既然講開陣容嘅問題，就都可以睇埋傷員情況，同埋今場預測狼隊會點樣排啦。嗱，咁傷兵方面，曼城就都係嗰啲啦 ，Ruben Dias、John Stones、加華迪奧、高華石、Savio、Oscar Bob 就都係一定未翻到嚟噶啦。而 Nico 呢，最新就都話係要再等等。至於紐尼斯，可能就要睇下最新醫生點樣講啦。咁但係如果兩個冇晒，相信對於曼城都會係好大嘅打擊啊。咁之後狼隊方面嘅話，傷員就只有托迪高美斯同埋比利加迪。咁而家狼隊冇咗佢哋兩個呢，都係 run 得好地地，實質影響就唔大嘅。咁所以呢，嚟到預計陣容方面，咁就先講咗狼隊先啦。狼隊嘅話，門將山亞，三中堅就基治、辛迪亞高貝爾盧同埋耶神莫斯基拉，左右兩邊就曉高貝爾盧同埋卓祖亞，中間就做奧高美斯鐵膽。咁如果狼隊要擺進攻型嘅話，就應該係會配馬迪奧斯文尼同埋艾利亞斯。咁但係考慮翻佢哋對曼城有顧慮，就可能會轉用翻安特列達馬迪奧斯文尼就算啦。之後前場呢，就黃喜燦搭艾洛高迪利，咁所以呢，就都會望到係同季初好唔同嘅11人啦。咁之後輪到曼城方面，門將當拿龍馬，中堅呢應該會見到基爾直接上陣搭古新諾夫。喺防守比較穩之後呢，左閘有機會見艾洛利去破狼隊嘅鐵桶，而右閘就希望紐尼斯大哥係終於病好，係會可以同艾洛利一齊倒戈佢哋嘅舊球會啦。咁防中繼續落迪啦，中場貝拉度外將，咁再加上上場歐聯又唞咗，所以都接近係必出噶啦。之後冷門就估哥迪奧拿終於要做嘢，正選收起福頓啦，咁就可能獎勵一下呢上場有波入嘅 Sharky。之後左右兩邊倒估斯曼游，中鋒就只能繼續等待夏蘭特尋回狀態啦。嗱，咁今場波呢，一定呢係會比想象中困難嘅啦，都唔怕大膽啲講定，就算係主場就都冇乜可能係可以學上場咁樣大炒。咁曼城今場面對嘅問題就兩大個啦，第一呢，就係狼隊向後縮嘅時候，請問你而家呢隊進攻啞火嘅曼城要點算呢？咁所以就都係睇下艾洛利、Sharky 呢啲呢做唔做到啲機會出嚟。而上場踢曼聯嘅話，左道古右斯曼游呢個組合，似乎係唔係好應對到對面塞滿嘅禁區，咁所以點樣解鎖狼隊嘅防線就都會好考哥迪奧拿嘅創意。而曼城嘅第二個問題就係狼隊球員個身體質素嘅問題。狼隊前至中鋒嘅艾洛高達利啦，就都係含得撞得頂得搶得嘅，咁所以真係要搶球權嘅時候，曼城如果仲係咩福頓、Bernardo Rico 呢，都可以等俾人撞晒落地噶啦。咁然之後仲有特別要留意嘅就係一旦曼城有幸啦領先之後，如果狼隊轉翻頭先提過嘅艾利亞斯搭馬迪奧斯文尼呢個組合嘅話呢，就都會係曼城需要好小心嘅球員。特別就係如果下半場撞正曼城最分神嘅時間，個威脅呢只會係被倍大。咁所以今場我估就危乎啦，曼城都係一球起兩球止噶啦。個比數上咁就估主場2-0啦，繼續重錘斯曼又有波入，而機率嚟計呢，今場點都要倒翻夏蘭特入波啦啩。嗱，咁就希望順順利利啦。對上兩輪阿仙奴失分嘅時候，曼城自己唔爭氣，咁就都唔會期望阿仙奴再跌咩分噶啦。咁但係就保持翻喺個前列嗰度，俾翻個壓力佢哋啦，咁就都係好重要嘅。所以啦，今集暫時去到呢度先，有啲咩呢？踢完場波再講啦。咁就暫時係咁多先。最後提翻大家啦，未 follow Instagram 嘅記得 follow 翻啦。中意呢條片嘅歡迎你俾個 like 啦，或者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睇。未 subscribe 我哋嘅觀眾記得 subscribe 翻，同埋開翻出個鐘仔，接收翻我哋嘅最新資訊。好快再見，多謝晒大家，拜拜。